鮮活時令龍蝦，加上火焰夠晒養眼啊！師傅巧妙地將龍蝦肚裏面嘅膏煮成汁，煮落龍蝦肉上面，令整個龍蝦肉鮮味加倍，令人回味無窮。尖沙咀天文台圍有間好大間嘅餐廳，總共有4層樓供應唔同嘅日式料理，仲有我哋今日食嘅鐵板燒。2人餐，食材新鮮，海鮮仲係喐緊嘅，仲有鹿兒島和牛。先嚟個開胃沙律，魚子鵝肝蒸蛋，香味濃郁，原隻南非鮑魚，加上海怡忌廉汁，令鮑魚味道升華。季節時令海鮮有象拔蚌，肉質非常甘甜鮮嫩。香煎頂級鵝肝，鵝肝厚身大塊，份量足夠。龍蝦清湯，用龍蝦頭煲嘅清湯，難以形容嘅鮮甜。鹿兒島鋼雙和牛，炒野菜，秋田炒飯，粒粒分明，令人欲罷不能啊！甜品除咗雪糕，仲有用鐵板燒燒嘅燒餅，夾埋一齊食更高享受。